嗱，我就叫做肥仔俠啦，其實我全名咧張英俠，但係咧我有另一個飲食嘅名就叫做鬼馬奇傳。因為我啲菜名係與別不同，係好撩楞、好特別、好特色嘅佢哋感覺。咁其實我呢間鋪咧開咗37年，89年9月，即係火鍋嘅時候開嘅。有啲記者朋友嚟，哇！你啲餸，你可唔可以俾個菜係佢啊？咁你又唔似粵菜，又唔似泰國菜，不如咁啊！鬼馬奇傳、鬼馬菜式特色菜、鬼馬菜就咁樣嚟嘅，不中不西，不高不低，不倫不類，不可不成。佢叫做百不爭議，直接係可以代表我呢個澳門鬼馬特色菜。當初你係主要靠邊一道餸咧，可以就打天下？其實咧，黃霑想當年咧，就有句口號説：人後馬一開，好事自然來。咁我就揸住佢呢句説話，我就諗咗2個菜，其中一個就係通菜，煲蓋一開，好味自然來。咁呢個咧就係俾人專係咧濃味嘅送酒嘅。我嘅招牌菜咖喱包就係馬來西亞嗰邊嘅，不過咧佢哋攞錫紙攞保鮮紙包住嚟焗咧，我係包還包焗，雞還雞煮，煮好之後再擺翻落個包嗰度，再入翻焗爐焗翻20分鐘，等佢嗰啲雞汁嗰啲包肉索咗啲雞汁。咁你頭先都見到有椰汁有花奶噶嘛，咁嗰啲椰油味咧，等佢混埋一齊索埋啲包，咁啊更加好味。咁呢個咖喱咧，其實係澳門西餐嘅葡國餐嘅咖喱汁，健康吊針雞，沙士嘅時候咧就出嘅，咁啊俾人咧吊咗一針啊，誒食咗呢隻雞咧健康，咁啊唔好再有沙士咁嘅諗法，咁諗呢個雞出嚟，係利用粵菜嘅煙燻，吊啲藥水蔬菜藥材汁落去，下邊係煲嘅，利用煙燻嘅原理，咁成隻雞咧咪更加香啦。最近呢10幾20年咧，一家人嚟食飯咧，睇到啲細路仔咧係唔珍惜，咁我咪就即係用啲餸、用啲名嚟代表我想發言嘅聲音，教人做人做事咯。